娘娘，娘娘！娘娘，娘娘！你们这帮该死的奴才，见到太后还不下跪，把这个奴才给我带下去斩了！娘娘，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娘娘，这里好多虫子，好可怕！我不是虫子，你们不要过来！我是宁妃，你快来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娘娘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我要杀死你！你们说我是人还是鬼？娘娘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娘！太后，宁妃娘娘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宁妃娘娘疯了！疯了！来了！师傅，你也不开个门儿？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快随我去宁妃寝宫。怎么了？宁妃出师了，太后要你火速前往。出什么事了？宁妃疯了！我要你们都去死！你们害得我死得好惨！你们都给我死！都给我死！宁妃怎么样了？我赶到的时候，她到处乱闯乱跑，非常危险。我就只好暂时先封住她的穴位，现在她不能行动。我要杀死你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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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？宁妃是中毒了。中毒？那怎么解毒啊？她中的毒并不复杂，只要服用我的丸粒，数日即可见效。宁妃平日里还吃些什么药物？娘娘服用了太医开的药。这些药在哪儿？这边。你们平时在哪里煎药？平日里都在药膳房，最近这些日子，娘娘身体一直不适，我们便在宫中煎药。云姑娘，既然你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，那以后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带我去煎药的地方。太后驾到！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。太后，什么事儿劳烦您跑一趟？您说一声，
臣妾过去就是了。为的宁妃，宁妃妹妹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皇后可是后宫之主，怎么消息这么不灵通了？宁妃中毒了，还好天牧童来得及时，她腹中的龙种算是保住了。是谁要害我宁妃妹妹啊？天牧童会查出这个下毒之人是谁的。哼，谁想切断我朝血脉，我就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这夜已深了，我要早点回去歇着了。太后您辛苦了。没有怀着龙种还被害的辛苦，皇后，如今你是后宫之主，多长点心吧。是。就是这里了。药方在哪里？这药方有问题啊！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些药看起来都很好，安胎益肾，但是放在一起就有问题。是药三分毒，把这些药放在一起，不相生只相克，毒性便长了7分。那宁妃中毒跟这些药有关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这江湖上随便一个赤脚医生都懂，宫里的太医怎么会不懂？那只能说他有问题啊。奇怪了，这些药材加在一起，倒像是给家禽催肥的。宁妃腹中胎儿如此躁动，莫非是怪胎？哎呀！